这个男人刚刚还在对议员卑躬屈膝，下一刻却直接飞身踹向了他，随后抓起他的脑袋，狠狠地扇了他几耳光。清醒过来，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。看到马路对面拍手称赞的头盔男，立马追了上去，用手铐住了他。看着他挑衅的眼神，低头发现竟是铐住了自己。这时警员们也追来了这里，他也只能逃跑。局长气得火冒三丈，命令警员们必须将他抓回来。都议员也气得咬牙切齿，但因为选举刚刚结束，他并不想将此事闹大，警告警长谨慎处理，不然他也不会善罢甘休。前女友找到秀月，帮他解开了手铐。秀月告知他已经找到了项链，里面也拍下了都议员杀害郑某的罪行，但是现在项链却不见了，解释都是头盔男突然出现抢下项链，就跳河失踪了。刚刚本来想铐住他，却发现自己被铐住了。前女友以为他在胡言乱语，提醒他要是项链不见了，他就只能完蛋了。秀月意识到，如果头盔男真的和他是同一个人，那项链就很有可能还在家里，拉着前女友就往家赶，却听到了警员的声音，两人仓皇躲进楼道，听到他们离开才逃回家中。警员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看到秀月家中若隐若现的灯光，察觉到异常。秀月打开了保险柜，里面摆着一套机车服和头盔，还有和前女友的合照。秀月也是一头雾水，突然警员们破门而入，两人只能慌忙地躲进衣柜，才逃过一劫。两人来到河边寻找项链，秀月脱了衣服下河摸索，冻成冰棍了也还是一无所获。委屈地来到母亲这里，想到自己的人生就要完蛋了，一筹莫展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了母亲脖子上的项链，立马激动地一把抱住母亲，喜极而泣。秀月将视频带给局长，但视频太过模糊，也没有直接杀人的画面。局长认为光靠这个不可能扳倒都议员。秀月努力说服他，如果在他们警署破了这个案子，那他们就出人头地了。局长将此事转告给了警长，希望能让秀月负责此事。如果成功，警长也会声名大噪；就算失败，也是秀月背锅。都议员得知秀月殴打国会议员，就只被罚了停职而已，将怒气都发泄在了都警察身上，将他的头狠狠按进鱼缸，警告他必须尽快处理好此事。秀月找到心理医生，想要彻底摆脱头盔男的纠缠。医生给了他一盒新的药，并传授给他一套自我催眠疗法。秀月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头盔男又出现了。秀月立马吃药，睁开眼，头盔男竟真的不见了。尝到了甜头的秀月以为真的百试百灵，好不容易回到家，头盔男直接躺在了他的身边，夺下药瓶将药丸全部灌进了秀月嘴里。秀月询问他叫什么名字，男人说他叫 K。 随后秀月又两眼一黑，昏睡了过去。前女友来到了秀月家门口，输入了自己的生日，竟成功打开了门，走进去一巴掌扇醒了秀月。看到局长并没有出动抓捕他了，猜测他已经找到了项链。前女友看到视频，愤怒的想要去抓捕都议员，被秀月拦下。秀月来到之前找项链的地方，想到那时的混战场面，同事也来到了这里。秀月决定要找出马社长一行人，拜托同事协助追查，势必要让罪犯受到应得的惩罚。秀月一到家，哥哥就给他准备了生日惊喜，但这其实是哥哥的生日，秀月是被收养的，所以生日一直和哥哥一起过。秀月回想到小时候，他和哥哥一同庆祝生日，母亲给他们准备了一样的礼物，他也第一次叫了妈妈。社长从手下这得知都议员吃了他们的药闯祸了，而且他们的货也被偷了一批，决定好好惩治这些老鼠们。秀月醒来，哥哥就给他送上了变形金刚，还说是他凌晨发了很多信息，让他一定要买来的。秀月看到短信记录一脸崩溃，哥哥却问他和项链放在一起的东西怎么处理。秀月立马急匆匆地来到披萨店，哥哥搬出一大箱珠宝，原来他当时横扫一片的时候还顺走了一箱东西。哥哥打开了暗网，来路不明的东西都会在这里交易，将赃物拍下来都挂了上去。都议员找到了社长，扔出一沓钱让他处理掉一个人，警告他拼死拼活地回到了母国，就要努力留在这里，不然被抓到驱逐出境的话，下场又该如何。社长同意帮他处理掉那个家伙，但条件是要给他一家快递公司，他有意要光明正大地贩卖药物。混混们看到了秀月哥哥公布的赃物，图片中发现了披萨店的名字，立即绑架了哥哥，警告秀月尽快过来。秀月悄悄来到这里，让同事赶快前来支援。他正躲在车里，却被黄毛发现了。混混们一拥而上，将车窗击碎。秀月只能夺命狂奔，躲进一间超市，祈祷 K 赶快出来。秀月解决了几个小混混，可这时迎面走来3个壮汉，秀月被打倒在地昏了过去。醒来时 K 正在他旁边悠闲地吃着薯片。秀月叮嘱他一定要抓到马社长。秀月一脚踹飞货架，舒展了一下筋骨，选上2把趁手的兵器，独自一人撂倒了一众大汉。黄毛突然从后面偷袭秀月，关键时刻前女友赶到，一脚踹飞黄毛，3两下便制服马社长。秀月这才看到自己手上的伤口，前女友细心帮他包扎好伤口。K 在一旁看着，对这个女人一见倾心。秀月审问马社长，确认了都警察就是帮凶，立刻准备前去抓捕他。都警察正准备跑路，社长却找上了他。
原来都议员拜托要处理的人竟是自己的弟弟。秀月赶到这里时，都警察已经被伪造成自缢身亡，办公厅的文件也被清理，母亲的小店也乱作一团。这时都议员约见秀月，秀月来到一处豪华的会所，都议员早就在此等候他。秀月立马跪下认错，恳求都议员的原谅。都议员决定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去企业上班，不要再做警察了。随后将郑某给女儿录的视频交给他，当做他退职的礼物。秀月想到可怜的小女孩在卫生间崩溃不已，突然接到吴巡警的求救电话，得知他现在正在被人追杀。